罗西亚宣布讲，这兵会当堵消。美国的拜登政府嘛要求乌克兰把这兵的年纪降到18岁，来扩大军队的规模，解决阿兵哥无够的问题。另外，美国总统的当选人川普27是任命乌俄特使由前国安会议的幕僚长凯洛格来担任。 罗西亚和乌克兰的战争紧张。在罗西亚总统普廷宣布做兵一年会当抵1000万的卢布制武了后，特别下任的美国拜登政府也爱乌克兰，把25个年岁对目前的25岁降低到18岁，来扩大军队的规模。一位无签名的高级官员表示，乌克兰确实需要更较侪兵力参加战斗。 乌克兰的阿兵哥无够弥补战场的损失，也无参像罗西亚一直增加兵力，所以乌克兰未来可能满18岁男性就要号定调上战场。自从罗西亚2012年2月入侵以来，北京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560亿美金的援助，并且按算在拜登最后几个月任期，会阁向基辅提供数十亿美金的援助。不过，北京也认为讲，除了提到需要的武器，人力也是乌克兰上要紧的需求。To help Ukraine protect itself from Russia's escalating and expanding war, the United States is providing Ukraine with hundreds of additional Patriot and AMRAAM missiles to strengthen its air defenses. И даже если оставить в стороне прогнозы о том, что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сократит помощь Украине, что по сути станет для ВСУ смертным приговором,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е более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он и его команда проведут аудит уже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ной Киеву помощи. 也拿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27发声明表示，由于第一任期的国家安全会议幕僚长凯洛格出任罗西亚和乌克兰的特使。凯洛格捌在今年6月，和捌做过川普国安会幕僚长的富莱茨提出停止罗西亚和乌克兰战争的方案，佮讲要赶紧促成因的谈判，并且甲乌克兰讲，若谈判援助就会冻点。也甲罗西亚总统普廷讲，伊也爱参与谈判，若无会提供乌克兰一切所需要的来打败罗西亚。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呼吁美国继续对罗西亚施压。 Нещодавній дозвіл щодо далекобійних ударів по військових об'єктах в Росії допоміг, але тиск на Росію треба підтримувати і збільшувати на різних рівнях, щоб Росія відчувала, що таке війна. 任命凯洛格做乌克兰和罗西亚的特使，这个职务无清楚，敢需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因为在2023年以前，特使可能需要得到参议院通过。不过，拜登政府已经想办法让过这个规定，就算需要通过参议院这关，占多数的共和党参议员应该袂强烈反对。公司新闻电为人编译。